看肺炎疫情真严重，即马无论是各国民众，大家拢烧钱要来买喙罨。像讲伫台湾，就有嘉义大同技术学院时尚造型设计系老师，主动招学生囡仔大家做伙来车双层的布喙罨，内底会当装医疗用的喙罨，外口沿会当洗。按算讲会使做1000块，要提供予学生还有老师、社区的民众嘛用的免费来讨，要替防疫来尽一份心力。8点就到了，对呀。卖车一直立，双手真流利咧整理布料，要赶伫咧3天以内完成1000个布的喙罨。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升温，喙罨下当讲是真歹买着。嘉义大同技术学院时尚造型设计系老师，烦恼开学以后下无喙罨通用，主动招学生甲老师做伙来制作双层的布喙罨，要来免费提供予学校的人使用。因为我们时尚系本身有这个技术。还有设备跟资源，那于是就发起制作这个口罩套的活动。布的喙罨是时尚造型设计系教师亲身来拍板啊设计，就亲像是喙罨的外套，中会当放医疗用的喙罨，外层会当清洗甲替换，会当延长医疗用的喙罨的使用。DIY 布喙罨的消息一日出来，真侪学生拢自愿来加入，利用做衫的喙布，老师佮家己出钱来买部分的布料，每一个人每工会当来做50片宽薄的布的喙罨。以算3天会当做1000片的喙罨，除了提供予学校内底的人使用，嘛要来免费送200片予社区的民众。谢谢。时尚系制作的那个口罩套，就是能帮助大家尽一份微薄的心意。防疫大作战，专门小抢喙罨，即马有热心的人，佮有举着拐仔的老师，甲国口的小朋友嘛，动手 DIY 来去做布的喙罨，要为防疫来尽一份心。技术学院时尚造型设计系。1000个口罩送给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